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《使徒行傳》第5章1到11節。喺上一章我哋睇到一個好完美嘅教會景象。喺屬靈方面呢，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。喺物質方面呢，凡物公用，解決咗好多窮人嘅問題。外面雖然有祭司嘅恐嚇，但教會內部都係同心嘅。而家嚟到第5章，我哋發現教會內部有問題啦。就係亞拿尼亞同撒非拉係欺哄聖靈，兩個人就死咗啦。教會啲人見到都好驚。我諗大家讀完呢一段聖經呢，都會有啲驚。點解教會有咁嚴厲嘅事發生呢？你可能會問，亞拿尼亞賣咗田產，將價銀私自留下幾份，咁有咩唔啱呢？教會係唔係規定信徒一定要將錢全部係拎出嚟呢？大家睇下第4節，田地還沒有賣，不是你自己的嗎？嗱，從彼得呢句說話，田地係可以賣嘅，亦都可以唔賣。賣與唔賣呢，並非教會嘅規定，而係由人自己決定嘅。教會並冇規定會友一定要變賣房屋田地，然後呢將錢交出嚟分俾有需要嘅人。教會咁樣做呢，完全係出於信徒嘅自願，冇人硬性規定嘅。大家又睇下第4節中間話，既賣了價銀，不是你作主嗎？即係話呢，賣咗田地得返嚟嘅錢，亞拿尼亞係有權作主，有幾多交俾教會，有幾多留返俾自己。如果係咁啊，點解彼得係指責佢將價銀私自留下幾份呢？大家詳細睇下彼得嘅說話，一頭一尾佢都係指責亞拿尼亞喺度欺哄聖靈、欺哄神。換句說話呢，亞拿尼亞夫婦將變賣田地得嘅錢分為2份，一份呢留翻俾自己，另一份就俾個教會。嗱，咁樣其實無可厚非。問題係佢哋將俾個教會嗰份呢，當作係全部嘅奉獻。好似巴拿巴同埋其他人咁，就佢哋咧冇即係巴拿巴同其他人咧係冇為自己留低嘅。咁佢哋呢對夫婦咧，俾人嗰個感覺係全部嘅奉獻俾晒出嚟，但俾人覺得佢哋係毫無為自己保留。其實咧佢哋係有保留，但做到個樣咧就係100%奉獻。好容易咧就呃到人。彼得話咁樣做咧，即係唔係欺哄人啊，而係欺哄神。就因為全心欺哄神咧，結果2個人先後死咗啦。大家睇下第9節，佢哋夫婦係同心試探主嘅靈，即係話2個人經過商量，故意去做呢件事。睇翻前面第3節，彼得問點解撒旦充滿你嘅心，叫你欺哄聖靈？當教會咁復興，一日千里咁發展得咁快嗰陣呢，撒旦係以加以阻止同埋破壞嘅，從外面發動逼迫，從裏面就引誘信徒犯罪。彼得呢句說話就係問亞拿尼亞，就唔係問撒旦，意思就係點解你容許撒旦充滿你嘅心？撒旦引誘你，當然你避唔到，但你可以拒絕撒嗰個引誘，唔俾佢充滿你嘅心。可惜咧，你容許撒旦，以致你試探同埋欺哄神。所以亞拿尼亞夫婦咧唔可以將責任全部推卸俾撒旦，話唔關佢哋嘅事。由於佢哋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任，所以就仆倒斷氣就死咗啦。呢處經文另有一個留意嘅地方就係第3節，彼得話亞拿尼亞係欺哄聖靈，但係到咗第4節尾咧，佢就話欺哄神。換句說話咧，欺哄聖靈等於欺哄神，因為聖靈就係神。同一個道理，你好愛父神同主耶穌，但如果你抗拒聖靈咧，咁係講唔通嘅。因為人拒絕聖靈等於拒絕父神同埋主耶穌。由亞拿尼亞夫婦全心欺哄，咁彼得點樣知道佢哋係欺哄呢？係私自留下幾啲錢俾自己呢？答案就係聖靈係話俾彼得知㗎。呢個就係聖靈啟示性恩賜嘅運用啦。最後第11節咧提到全教會，
嗱，教會呢個詞咧喺呢度就首先喺《使徒行傳》裏邊出現啦。全教會都懼怕，因為人要小心冇乜嘢可以到神嘅，而神係會用嚴厲嘅手段咧去潔淨教會嘅。好，我哋祈禱，聖靈啊，求你提醒我哋全誠實嘅心去做人，並決心拒絕撒旦嘅引誘，奉耶穌嘅名祈禱，阿門。